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2册第1课学校的运动亭。运动亭真好耍，恁咧做体操，阮咧拍练斗，因咧拍拍走，看谁较贤走。练习教室、办公室、便所、图书馆、健康中心、保健室、电脑教室、司令台、运动亭。我伫运动亭看到老师。你要去倒位？我要去图书馆。阿明伫倒位？伊伫教室。